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今仔日进行各审查议案的23读审查，并且由着议员所组成的各委员会，包括民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也进行相关的业务审查报告。在咧会议进行当中，无党籍的市议员蔡秋兰向强提出了清点人数的要求。最后嘛，因为清点人数的结果，在场议员人数无够，所以今仔日的23读审查中断，将议案延后到明仔载。台南市议会今仔日进行各审查议案的23读审查，市员蔡会议在咧会议一开始也关心到台南美术馆的相关管理办法。经过文化局长的说明了后，会议也顺利进行落去。但是，就伫咧无党籍市议员蔡秋兰争取到发言权的时阵，伊向强提出清点人数的要求。议长赖美惠也马上宣布休困10分钟，希望甲伊来协商。不管啦，我不要从中南装潢偌大诶。不管啦，要清点人数啦。清点嘛。清点就不清点的。伫咧休困的时间，包括民进党议会党团总召区理事以及民政局长拢前往了解问题的所在。市议员蔡秋兰非常愤怒地表示，市府民政局行政无公平。蔡秋兰因为无党的身份，伫咧帮地方争取活动经费时阵，常常遭受到刁难。但是民进党议员煞拢会当顺利来申请到，伊认为平白市议员煞有大细汉的分别。我做议员5届，我是第一次来清点人数，是安那？因为我拢尊重咱市政府的施政，结果呢，咱合并以后，拢有足侪咱一寡基层的里长、社区理事长都有反映，就是讲咱的经费上有些不足，尤其是阮大北门区有足侪拢边缘化。有里长最近因为99重阳节，也是咱8月15中秋节所需求的，嘛是一点点啊。结果话是入案，啊话是来请3万2万，拢赔1万的，是毋是看人大细汉？经费不是议员要爱啊，是地方建设经费要爱。那如果市政府这么做的话，那议员敢袂反感？我避免个有啊，我避免嘛吼。那我们认为市政府还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议员8当来台经费有够少的，6都内底感觉会当讲上少的，我们都很珍惜市政府的建设经费得来不易，我也袂恶意甲抬议生。可是他反过来想，怎么想？有派系之分。那蔡秋兰登记，我伫议会已经听5、6当啊，他这样呼吁市政府还是不会动容，嘛要去体谅伊需要服务选民的需求，任何给他协助帮助。我认为市政府没有输出善意哦。伫咧10分钟的协商过后，议员无一个好的结论。最后伫咧市议员蔡秋兰的坚持之下，议会进行清点人数的定数。伫咧现场议员无过半数的状况之下，议长赖美惠宣布23读会审查中断，然后至明仔载搁做审查。台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以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为首所组成的新大同草根民主联盟，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政见，就是要建立台南市全市免费的 WiFi 环境，进一步让市民朋友会当省下电信的费用，同时嘛会当真正来建立到高科技的智慧城市。新大同草根民主联盟上午伫咧苏焕智市长候选人的号召之下聚集起来。共同提出了一项想法创新的政见，就是运用现有全台南市2000多基已经建制完成、附有 WiFi 的红青灯，将频宽来扩大，地当互全台南市的市民拢会当共同来享用，网络全面免费，会当替咱市民朋友省下袂少的钱。
原则上呢，如果要全面布建，大概是5、6亿，但是呢，因为呢，这样的一个 WiFi 环境呢，事实上是有获利的模式，所以如果政府来这个正式委外发包，政府可能不但呢，免开钱，很可能呢，政府要给看钱，对，要给看钱，而且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有城市这么做了，好。那么在国际上也有相关的城市这么做，韩国首尔。对，所以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请这个阿峰来做补充啦。不过我们必须要这么说，我们今天推动的这个政策啊，那么就是一个颠覆整个台湾电信体系的一个革命性的政策啦，革命性的政策。而这个革命性的政策其实是非常容易突破，非常容易突破。那么只要我若冻酸台南市场这个政策呢，我们马上就会实现。这届来参选的北区、中西区市员候选人陈志峰也展示出目前伊伫家己的徛家已经实行成功的方法，并表示只要串联好每一个 WiFi 的热点，全台南市使用免费的 WiFi， 唔免付钱，绝对是会当做到的。我们是从红绿灯上面已经有的这些热点，网络的热点 ，WiFi 热点，将这个信号源呢，透过我们改装过的这个分享器变成中继站，然后这个再接到家里面，也可以变成有线或无线的来使用。然后这个中继站的部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呢的邻居。左右邻居啦，或附近几十公尺以内的邻居呢，也在他们去装设类似的中继站，然后用串接的方式，一个串过一个，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无线的网络信号延伸到几百公尺。现在我们政府已经有这些基础网络建设的资源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让民众来利用。我个人估计啊，以目前的都不增加频宽，用现在这个少频宽呢。可以提供给一般民众的使用，就已经可以服务到2万户以上。那未来我们这个再把这个频宽加大之后呢，整个台南市几十万户都没问题。这项政策确实乃当实行的话，未来就会当帮市民朋友来省钱。安尼理念除了新大同草根民主联盟专员支持，就连路过的国民党市员蔡玉辉也非常的认同，站出来替因赞声。网络免费，赞！电信免费，赞！台南新闻网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广台南的骹球风气，市府甲骹球协会也积极来拍拼，争取到2019年亚洲大学骹球比赛主办的权利。3号上午，伫咧体育总会理事长刘福才陪同之下，韩国亚洲大学的骹球联盟会长卞时华嘛带队来到台南。拜会市长来讨论着比赛事项。骹球一直拢是全世界热门的运动之一，虽然伫咧台湾相对无遐尔热门，但即马市府甲体育协会嘛积极推动着骹球运动。市府伫咧2天前争取2019亚洲大学骹球比赛的主办权利。3号上午，韩国的亚洲大学骹球联盟会长卞时华嘛亲自带队来到台南，除了勘察场地以外，嘛拜会市长，希望会当透过这届比赛来增加着台南骹球的风气，嘛提升着台南的国际能见度。今天非常高兴，亚洲大学足球联盟的这个会长、副会长。以及相关的这个主管贵宾都是远道从韩国来到台湾来考察跟访问。那我们也争取希望能够在明年的这个2019的这个亚洲大学足球联盟的比赛能够在台南来举办。那我想这对台南增加国际的能见度，以及我们3级的足球运动。怎么样也能够来提升哈？我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谢谢刘福才刘理事长来协助的这个引荐。那我们希望可以一起政府跟民间的协会一起来举办，那么来把这个亚洲足球大赛把它办得成功来对台南也有非常大的这个贡献跟帮助。
台南市政府伫即几天也积极修复着各项比赛场地，咱市英华的骹球馆甲小龙骹球馆的设备拢已经修缮完成。这届比赛将会伫2019的9月份盛大来开幕。对骹球有兴趣的民众，嘛会当多多来关心着相关的消息。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中嘉集团、高发会以及东升旅游所推出的花样巴士旅游实景节目，对100多位银发的参赛者当中，决选出15位有才艺加展现的花样玩家，期待透过培训了后，会当成为花样巴士的节目主持人。未来将会当带领着长辈，做回来体验全方位的乐活旅游。别吓一跳，这位会街舞的是爷爷，已经65岁；还有跳国标舞的美女，居然62岁；甚至是影坛上的陈淑芳，已经80岁了。我今年才30哦，因为50要摆银行，那这样你就会开心。每天起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很开心，我很幸福，我很年轻，我必须要微笑。什么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乐活。有没有想过老了要怎么样活得精彩？用实际行动关怀银发长辈，由中嘉、高发会及东森旅游推出的花样巴士节目，就是以素人长辈为主角，举办海选活动，从100多位银发参选者中决选出15位花样玩咖，将带领熟龄长辈体验全方位的乐活旅游。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传给社会大众对高龄长者更多的关怀，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或者是活动的机会，给我们的高龄长者。饮食当然很重要，运动很重要，但是呢，人际的互动反而是最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来，大家都能够交朋友，那么社会呢就会更和谐、更快乐。旅游可以结交最好的朋友，在不管你的旅游的途中，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特别的舒畅跟开心。这15位决选出来的花样玩咖，每人都有精彩的故事，也将活力带给大家。很开心来参加这个花样玩咖的甄选节目，能够让我们在孩子长大了、退休了，这个生活更加的精彩。那也谢谢中嘉新闻提供我们这个讯息，让我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参加这个节目很好，让人家心情快乐，还有大家就活得有目标。年纪不会觉得老，就像小孩子一样。自己在这个年纪，有了一些比较特殊一点的才艺，想说有这个机会，让大家来肯定一下，所以我就决定参加我们花样玩咖的一个活动。因为呢，活动，活着就是要动，退休，退了就休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哦。其实有这个年纪来讲，真的跳街舞不太适合。不过我觉得，就像我们的 partner 讲的，要活就要动。100岁以上的人，台湾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你看我妈妈110岁，我的岳母98岁啊，也是这样子啊，每天也是要出去走啊。要活就要动，让我们走出户外，参加正常的活动。这个舞台刚好让我先体会一下人家是怎么活出精彩的下半生，所以呢，回头我就有素材可以教我这些45岁到55岁的学生啦。所以我们一起加油！活力将透过节目传递到全台各角落。花样巴士这充满温暖的节目，预计明年在中嘉各系统台开播。透过中嘉、高发会与东森旅游的全力打造，将带领熟龄长辈一起体验全方位的乐活旅游。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只要讲到台南的美食，大家一定拢会想到虾卷、打面、干炒饭等等充满特色的小食。但是民众若是想要食到全部的小食，可能要走真侪个所在。周氏虾卷为着要让民众一届就当食到，伫咧15当前特别开设了国宴厅，依照国宴的规格来制作，即卖也成为国内国外观光客食美食的一个选择。透过镜头，咱即卖做伙来看卖。台南是台湾知名的美食之都，无论是生鱼意面或者是打面，拢充满特色。其中安平上界有名的虾卷是国内外观光客一定会食的小食之一。位伫咧安平路顶的就是虾卷，会当看到无论什么时间，店内的人客拢是客家满满是。业者为着要让游客会当一届伫咧店内面食到全台南的小食，伫15当前特别开设了国宴厅，主打用国宴倒菜的方式来呈现台南的特色小食。每一道菜拢有10种无同款的菜色。和游客会当食卡嘛食饱。周小姐的国宴厅呢，已经成立了15年了哦。她也举办过总统舞的餐会，还有金马奖的入围酒会，受到非常多的广大的国际游客的喜爱，所以我们特别成立这一个国宴厅来服务那个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里面的主力产品呢，包括周氏虾卷，还有我们的蛋仔面，还有我们的杏仁豆腐，都是里面最 top 的哦。欢迎各位能够来这边尝尝看哦。业者嘛强调，想要品尝的民众上好是提早来预约，伫咧假日期间可能要提早1个月才订会到。每一道菜上俗只要4000块，就当品尝到充满台南味的美食。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国宴厅来享受看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到客家谚语，同时也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客家文化，来学客家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很不可思议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已经播出有10个月喽。是呀，真嘅非常感谢按到观众朋友嘅支持哦，有大家嘅鼓励老支持，就会我哋认真做节目嘅动力咯。对呀，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能在台南地区学习到很多客家的相关文化，非常难得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客家文化呢？所以为限係我感謝我哋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啊，里頭我哋宋子成有線電視台來直播愛有意義嘅節目，我想今日出來講客家諺語哦。哦，客家諺語哦，好哦。我發現呢，客家諺語其實有很多可以作為我們日常生活勵志的指標。而且我要和觀眾朋友分享的是，雖然呢我不是客家人，但是呢這些日子以來呢，每星期直播一集好客之家電視學院節目，真的覺得客語很好玩，也不難學哦。真嘅係哦，小琴啊，真嘅係都冇簡單哦。當認真要當有語言天分哦。什麼形狀？是下去好啲下出來講，根本呢單元主題哦，客家諺語哦，水打五竿頭，行業唔是手；水打五竿頭，水打五竿頭，行業唔是手。行業唔是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水打五竿頭，行業唔是手啊！意思就係講，昨日嘅早晨頭，打咗3點到5點呀時間，喺度落太水啊，
天光以後愛出門上班，也係上課嘅人啊，就唔適合為落水，出門唔方便，水大唔敢頭，行業唔適合。天光天潮就會好點。哦，这句谚语的意思就是呢，如果在清晨3点到5点的这段时间下雨，那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根据经验呢，天亮以后就会是好天气哦。來講一擺哦，水大唔敢頭，水大唔敢頭，行業唔適合，行業唔適合。過來講，咱個一句客家諺語哦。好，那麼另外一句客家諺語是什麼呢？咱個一句客家諺語就是野娘錫子長江水，子上野娘擔杆床。野娘錫子長江水，野娘錫子長江水，子上野娘擔杆床，子上野娘擔杆床。哎，這又怎麼說呢？野娘錫子長江水，子上野娘擔杆床。也見諺語係講野愛錫子啊，就像長江水咁樣，日久唔會停，唔會斷。唔過啊，個字上到野娘，就像個擔杆安床，就一陣風就短到你天天。哦，爸爸媽媽呢疼惜子女的心呢，就像長江水一樣永不停息。可是呢，做子女的想到父母的時間呢，就像扁擔那麼短，甚至呢像一陣風一下下而已啦。過來念一擺哦，野娘錫子長江水。野娘錫子長江水，子上野娘擔杆床，子上野娘擔杆床。接下來過來講野句哦，單春放春天，留本子孫講。單春放春天，單春放春天，留本子孫講。留本子孫講。哎，這句諺語又怎麼說呢？單春放春天，留本子孫講。我當我也見諺語哦，你人生在世啊，一生人嘅理想唔單槍追求功名成就，最重要嘅係要留起善心福氣，修身修德本子有準則來學習，也比馬嘅錢財都重要。俗話講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就係也意思。更加重要嘅係愛一代一代傳下去。確實是哦。人生呢追求的理想，不僅是功名利祿，最重要的是留取一片善心福田，修身修德，給子女做榜樣。所謂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就是這個意思啦。過來講解一擺哦。單春放春天。單春放春天，留本子孫講，留本子孫講。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是好嘢，根本你就講到了哦。你下啦，你觀眾朋友講上來了哦，上來了，上來了。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2度至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謝你收看到10月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王祖和，咱再會。